咁呢段片咧就係講咧物質嘅結構同埋性質嘅比較。咁我哋要利用物質嘅結構咧同埋結合咧去推斷佢哋嘅性質。咁你哋譬如咧呢條問題咧就係講緊咧預測由下列元素所生成嘅化合物嘅化學式啦、結構啦、物理性質。咁物理性質咧就熔點、沸點、硬度、溶解度、導電性。咁呢啲都係包括物理性質裏邊嘅。咁首先第一條咧就係同鉀同埋硫啦。咁鉀本身咧呢一個咧就係金屬啦 ，K 嘅化學式啦，咁係金屬嚟嘅。咁硫咧就係非金屬啦。咁其實金屬同非金屬化合物反應嘅話咧，元素反應嘅話咧，就會產生一個叫做離子化合物啦。咁我哋就諗翻起離子化合物有啲咩特性啦。OK， 咁第二條咧，氮咧係非金屬啦。而氟咧都係非金屬嚟嘅喎，係嘛？咁兩個非金屬嘅話咧，加埋咧就係一個叫做簡單分子嚟㗎啦，係咪啊？一個分子，咁呢個分子咧，我哋會叫佢做有啲咩結構咧？叫做簡單分子結構。OK，咁我哋就從住呢兩個方向咧去諗一諗啦。好啦，咁首先講第一條啦。第一條咧，因為鉀係金屬，硫係非金屬，所以產生叫離子化合物啦。咁佢哋就係巨型離子結構嚟嘅。咁解釋就係因為 K 咧就會失去一個電子啦，變 K 正；硫咧就陸續會接收兩個電子，變 S 二負。咁所以化學式就係 K2S。好啦，巨型離子結構有咩特點咧？第一，高熔點、高沸點啦，因為離子鍵好強。第二咧，硬度好高啦，因為佢離子鍵都好強嘅。第三，溶於水，但係唔會溶於非水溶劑啦。第四咧，呢個好重要啊！固體係唔可以導電嘅，但係熔融狀態下或者水溶液下就可以導電，因為喺固體下咧，嗰啲離子係唔可以自由移動嘅。但係喺熔融狀態同埋水溶液下咧，固體嘅離子就可以自由移動，咁所以就可以令到佢導電啦。第二題啦，第二題咧就係一個簡單分子結構。咁就因為咧兩隻都係非金屬啦，咁產生出嚟嘅叫共價化合物。因為氮係缺3個電子咧，因為第5族，而氟第7族就缺1個電子，咁所以嘅化學式就係 NF3。咁簡單分子結構有咩特點啊？低熔點、低沸點啦，因為佢係微弱嘅反德華力。第二，硬度好低啦，因為佢嘅分子之間都係微弱嘅反德華力。第三，佢係唔會溶水嘅，但係會溶於非水溶劑啦，因為大部分非水溶劑都係有微弱嘅反德華力。好啦。第四啦，無論喺固體同液體下咧，都係非導電體嘅，因為佢哋喺呢兩個狀態下咧，都係冇一個離域電子或者都係冇自由移動嘅離子。好啦，咁啊，譬如回答以下問題啦。咁硫嘅熔點高定低啊？咁我哋諗翻硫本身係咩結構啦？咁硫本身咧，佢係非金屬嚟嘅。咁非金屬嘅話咧，佢哋大部分都係簡單分子結構啦。咁所以咧，佢嘅熔點、沸點就係好低嘅，因為佢分子之間咧都係微弱嘅反德華力。咁硫嘅晶體硬度高唔高啊？因為佢係簡單分子結構啦，咁所以咧佢嘅硬度都係低嘅，因為分子之間只有微弱嘅反德華力。熔融嘅硫可唔可以導電啊？其實係不能嘅，因為其實簡單分子結構裏邊佢係冇離域電子同埋自由離子啦，所以佢係唔可以導電嘅。好啦，硫可唔可以用喺水裏邊咧？係不能嘅，因為水分子嘅之間嘅引力好強啊，咁所以但係咧硫分子之間咧反德華力咧係非常之微弱嘅，咁所以就唔可以互溶喺水裏邊嘅。咁可唔可以用喺二氧化碳裏邊啊？液體嘅二氧化碳裏邊啊？咁係可以嘅喎，因為二氧化碳分子之間咧都係微弱嘅反德華力，同硫分子之間嘅微弱反德華力咧都好相近嘅，咁所以就可以互溶啦。好啦，下邊啦，回答以下問題。呢個叫磷石英啊，二氧化硅形式一種。咁我哋即刻諗翻起咯，二氧化硅一個特點嘅就叫做咧巨型共價結構啊。咁我喺段片之前都有提過咧，就係我有3種巨型共價結構啦，分別係石墨啦、金剛石同埋石英。OK， 二氧化硅。咁所以啦，即刻諗翻個結構嘅時候咧，就去知道啦。首先佢就問啦，可唔可以用喺水同根源啊？根源係一種非水溶劑嚟嘅。
咁答案係兩者都不能用啊，因為其實咧二氧化硅嘅巨人鋼結構裏邊咧，硅同埋氧原子咧都係以非常之強嘅共價鍵連接住嘅。咁呢啲咁強嘅共價鍵咧，其實同水啊分子之間嘅引力啊，或者根源片之間嘅引力都係唔相約啦，咁佢哋就唔可以互溶啦。好啦，跟住就會問啦，石英可唔可以導電咧？咁喺呢個巨型共價結構裏邊咧，只有石墨咧先可以導電嘅，因為佢有離域電子。但係如果金剛石同埋石英嘅話咧，其實佢哋裏邊咧就係冇離域電子啦，同埋自由移動嘅離子，咁所以佢哋係不能導電嘅。